再来看人工智慧是愈来愈厉害。国防部公布4种各方向可能会发生的状况，包括网络钓鱼、偷摕机密、假造影片来扰乱军心、假造卫星图片来影响政策咯，制造争议的信息造成对立。呼吁讲有怀疑，就爱查证，嘛唔通乌白传。AI 人工智慧最近正流行，也产生深伪技术的挑战甲风险。尤其若是敌军伪造以假乱真的错误证据，就可能达到认知作战的目的，包括网络钓鱼、偷摕个资、机密、伪造影片扰乱军心、伪造卫星图片的样态、混淆侦察的工作，造成错误的判读，制造争议性的资讯，加重对立甲仇恨的情绪。中共在 AI 相关的论文发表的数量是全世界，它是站在第1位。生物技术这个部分，他们的研发应该至少是在以先进国家应该是同步的。国防部呼吁面对可疑的资讯，爱秉持无轻性、无传播、爱查证、爱澄清的原则，来降低被骗甲误判证据的风险。未来也继续强化官兵的识图能力、资源意识。因为日本吴国昌伫最近讲，国军的太阳光电设备是使用中国制造的产品。国军表示，伫设备内面的路由器部分涉及到网络的传输功能，会让甲厂商终止合约。有24案是有使用到录制产品，这个路由器具有网络传输的一个功能，已经违反国军资通管理作业的规定的要求。我们未来最终会核予终止契约。因那国军舰队贴出中正纪念堂，蒋介石动上大厅，外界这么关心自我甲头寮的年轻的舰队，以后是不是在做调整？国防部是重申自我甲头寮舰队的部分暂时无做规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